全球极端气候范围今年的高温是直创纪录。不过，根据上新的研究，湿搁热的天气比单纯的高温更加危险，因为让咱人失去散热的功能。只要是地球温度比工业革命进前加3度，全世界都15亿人面临风险。根据美国这礼拜公布上新的研究显示，讲人为造成的气候暖化已经让全球各大城市关湿热的天气形态会继续增加。那地球的气温比工业革命进前是悬入3度，全球会有15亿人会面对送病院的风险。若搁悬入1度，受冲击的人就会加倍。And at 4 degrees Celsius warming, we see that about 3 billion people experience 1 week of these environmental thresholds that are deemed uncompensable every year. 根据2022年的联合国排放差距报告，在各国的现行政策之下，到西元2100年，暗算全球的气温会起伫摄氏2.8度。因为全球高温一直创新高，导致气候加速暖化变作人类生存的关键。Holding global warming to 2 degrees Celsius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top some of the largest impacts that we see in this paper from happening. 在打扫的状况之下，人体透过皮肤来流汗，小气就会无气。但是若休息会阻碍这个蒸发作用，甚至是完全无效。若人体中枢过热的时阵，体温调节的机能无去，会造成器官加速衰竭，甚至在几点钟内就会死亡。科学家利用地球的温度来测试人体会当承受湿度的极限。地球温度是讲对一块空气来做加湿，到上济时阵会当到的温度。根据2010年的研究，人体无法度承受地球温度摄氏35度以上的高温。那在这种环境之下，继续6点钟，人体都会被砍折。但是2022年的研究，甲极限是改做摄氏30到31度。Once you start experiencing 300 days of this every year, that's where things such as climate migration have to take place. Or unless you want to sit inside in air conditioning every day of 9 months a year, which is not a life that I would want to live. 根据研究，这几年全球拢出现进前无的关湿热的天气形态，嘛代表讲人类为了生存，一定要延长伫个有冷气室内的时间。这已经会冲击到经济活动，对无法度负担冷气和必须要靠劳力来生存的人口，恐惊会变作极端气候之下无适合只好淘汰的族群。公司新闻郑元庆编译。